個 SR 卡唔知咩嚟嘅，多邊獸。OK， 捧果球，火箭隊嘅超音幅 SAR。好，大家好，翻嚟我哋嘅PTCG 開箱片。今日咧，我哋咧再嚟開多一盒火箭隊嘅榮耀，係啦。咁上一集就講咗話啦，我哋嘅火箭隊榮耀咧，開完之後咧，我哋就會接住開第二盒，因為我哋有4盒，唔係我哋有6盒，但係咧我阿爸阿媽只係俾我揀2盒，所以咧我就揀咗呢一盒。好啦，廢話少說，我哋再嚟開多一盒。好，咁上次我哋開咗一張利多 SAR 啦，然後我個人就覺得睇 SAR 我哋已經好滿足啦，所以冇所謂再接過啦。OK， 可以 cut 包啲嘢呢度唔少係咪 ？OK， 我睇出嚟。好，我哋大4塊。我哋目標係火鳥SAR 嘅，我哋目標係火鳥 SAR， 呢個係我嘅全部嘅最大標記。我咁樣細，將兩包少。咁我哋而家30包，我哋就一包一包嚟睇啦，好冇？好的，你睇下我哋嘅第一包，哦，好緊張啊！好想知道有啲乜嘢。好，問卷，火箭隊嘅拉達，火箭隊嘅阿帕蛇，好，火箭隊嘅多邊獸 Z， 火箭隊嘅拉蒂姆，好，唔緊要，一包包慢慢嚟開，千祈唔好急啊，要享受噶嘛，係咪？可以吸包啲嘢享受噶嘛。火箭隊嘅大路比代獸，羿色草、羿寒草噏錯，大潮不比，同埋一個煙果球嘅最進化版。繼續，真係好想開到一張火鳥嘅 SAR， 真係超想要。好。火箭隊嘅喵喵、酒瓊、沙基拉斯，火箭隊嘅能量呢一張嘢都係好用噶。呢一張嘢如果要砌火箭隊咧，係好好用噶。佢個特性就係附喺火箭隊嘅寶可夢身上咧，係可以計2粒惡能或者計2粒嘅超能力嘅能嘅，所以咧係好好用嘅。呢個嗱，放喺火箭隊嘅寶可夢身上咧，係好用嘅。火箭隊嘅臭泥，火箭隊嘅喵喵，火焰鳥，火箭隊嘅火焰鳥，終於有一張 EX，OK， 終於有一張 EX 啦。然後火箭隊嘅超級球，咁就係專門攞火箭隊嘅一個精靈球啦，就係其實同普通高級球差唔多用處，只係人哋係攞呢個係攞火箭隊嘅高級球，火箭隊嘅咩利揚，火箭隊嘅多邊獸，火箭隊嘅丘基拉斯，我哋第一張嘅 AR 卡，火箭隊嘅粗含豬 ，OK 呢張我都冇 ，OK 呢張我都冇 ，OK 火箭隊嘅迷兒 Q， 做垃圾，我啲咩都係徒手搣啦，好唔好？咁樣好似咧快啲，唔好。限用個鉸剪好快。好，珍珠貝，火箭隊嘅亞柏怪，火箭隊嘅雷龍。OK， 繼續。呢次咧，如果可以咧，我都想做一個火箭隊嚟玩下。其實上一條片話唔想做，但係其實咧見到佢呢啲嘢都有啲強度，所以突然之間咧都想組一組佢嚟玩下，可能咧係會有一番作為嘅。火箭兵團嘅把木 ，OK， 呢張都好似有 SAR 同埋 AR 卡，SR 卡嘅，所以都好期待可以抽到把木老大嘅 SAR 卡。好，火箭隊嘅催眠唔識到，催眠魔啊！好似係火箭隊嘅多邊獸，第2張 AR，Oh my god！ 但係呢個我哋重複咗啊，火箭隊嘅雙蛋華士重複咗啊，哎呀，真係可惜。咁我哋而家 AR 嘅名額咧已經攞咗2張出嚟啦。咁我哋咧 AR 咧係想要呢一個嘅黑暗
配雅典娜嗰個嘅。好的，有冇保底？冇保底。希里揚、切角落頭冇，華斯蛋、粗冚豬嘅 R 卡、阿魯卡，同埋火箭兵團妨礙嘅機械人。繼續。盔甲鳥、火箭隊小拉達、後怪 EX 卡嘅雷吉洛克 ，OK 雷吉洛克 ，OK 又係我冇嘅 EX 卡啊，唔錯唔錯，嚟，跌咗出嚟，係咪有預兆咧？呢包自己走咗出嚟喎，係咪有預兆咧？有預兆，但係未至於係 SAR 卡，叉字福 EX。RR 卡雙打卡 ，OK， 而家雙打卡暫時出咗3張，雙打華斯 ，OK， 暫時出咗3張嘅呢個 RR 卡，2張 AR 卡，保底卡未出，手又震 shit， 好有啦，張 AR 卡喺度啦 ，OK， 張 AR 卡喺度啦。咩嚟嘅咧？好，我哋揭曉。哦，珍珠貝 ，Oh my god，呢張都靚喎。哦，冇重複到嘅 AR 卡 ，nice， 唔錯。我自己都想收藏一下啲 AR 卡 ，AR 卡咧都好靚。好，冇嘢嘅，清奇。即係點講咧？我唔想咁快就開咗呢個嘅保底嘅機會，我哋嚟壓到最後，可唔可以嚟個 last pack 先至係我哋嘅 SR 以上嘅卡咧？好，冇嘢，未係我哋嘅 SR 卡，唔驚，火箭隊嘅路拉，火箭隊嘅驚嚇炸彈，好。我先將呢一沓放喺側邊先，啲外眼。好，冇嘢嘅，保底卡係唔喺度嘅。繼續，而家應該就爭 EX 卡，或者我哋嘅 SR 卡。火箭隊雅典娜、克魯加 ，OK。應該咁樣接近一半咧，都係冇嘢噶啦。我哋嘅 AR 卡都出，冇嘢，嚇死我！因為我而家係望住個鏡頭咧，閃電鳥火箭隊嘅，望住個鏡頭咧，望住啲卡，所以咧佢半唔半閃咧，我係好 confused 噶，即係唔知佢係 SR 閃啊，定係冇閃嘅。好，EX 卡爭一張，保底卡爭一張噃。好，冇嘢。急凍鳥，風速狗，唔驚。未到，我哋嘅超夢或者火鳥 SAR 邊度有話咁就冇嘅啫，係咪？唔係，呢個唔係。果然翁。火箭隊嘅接收器，啲微閃開始出晒啦，啲微閃開始出晒啊！爽！呢個邊啊？哦，嚇死我！微閃嚟嘅啫，咪效。佢嗰個無屬性配上呢一個微閃咩？好緊張。接近最後啦，呢堆都係白卡仔，唔係，呢堆都係白卡。改咗啲咩？全部都係白卡。我哋已經剩翻係5、6包左右。我哋嘅保底卡咧係尚未出嚟嘅。OK， 我哋保底卡未出嚟喎，好抵喎呢次張保底卡。點講？我哋就唔睇保底卡。OK， 如果嗰一包保底卡咧，我哋直接唔睇保底卡。直接
skip 到去最後先睇好冇？但係咁樣嘅意思即係咩？冇爆配嘅存在。我冇嘢，未閃嘅卡，我啲未閃嘅卡最後先出嚟，咪嚇我哋好冇？心血少啲都俾你嚇死。喂，越抵越恐怖啊 ，bro！ 冇嘢，冇嘢嘅。What the Sigma？ 仲剩翻計埋呢包，剩翻4包啫噃。EX 卡 ，EX 卡，貓老大 EX 卡。喂 ，bro， 三分一，OK， 三分一，我哋嚟多張 SAR， 點講 ？SAR， 開埋呢兩包先。OK， 開埋呢兩包先 ，OK， 開埋呢兩包先，壓軸啦，壓軸嘅呢一個 SAR 唔係 SR 卡，唔知咩嚟嘅，多邊獸 ，OK， 捧過球，火箭隊嘅超音幅 SAR。OK bro， 超夢 SAR， 哇正啦，黐線嘅各位，超夢 SAR，Oh my god， 哇正啦，哇，我嘅最後一盒成功博咗張超夢 SAR 出嚟，Oh my gosh。哇，好似中 SAR 機率好似高咗咁樣嘅各位，哇，真係靚到癲，入套，哇，手都又震啊，SAR 超夢啊 ，Oh my god， 好多謝咁多位今日嘅收看啊，真係，哇 SAR 超夢啊，正啊，好，我哋睇埋啲 AR 卡先。就係咁樣噶啦，我哋今日嘅收穫，好多謝大家嘅收看。如果中意嘅話，記得點個 like，點個 subscribe， 最好就分享埋出去啦。多謝各位，拜拜。好多張呢啲啊，下一張，哦，轉頭任務喎，咩嚟嘅？嚟，估唔到有張 SR 啊，估唔到有張 SR， 我哋揭曉1、2。